Benim derdim bana yeter, bir de sen vurma. Bahar gitti fırtına。新疆、西藏，您的可以比对。看看人家视频啊，开了。外贸220转110伏，110伏的电机。手持通电，主板自检，外部开门信号，这主板是不会开门的，只有当自检完成到了关门位置之后，才会开门。好，门开了。刚充电，热电器，适合小区企业这个自建平台这些。人脸识别，调试完成。3哥们儿，先放一下。郑州数字安防展，欢迎您。抖音。当你来到佛山，是你的专属司机。老板你好。拆机芯的话，准备一个螺丝刀，1、2、3、4。机芯。人行通道卡。扩容，加一个6T 的，16路。这个8路，共24路。抖音。毫米波雷达 ，USB 转485，连接成功。设置出发方向，可以从左到右，也可以从右到左。如果说不想让人识别的话，勾选。写入，从左至右，雷达没有触发；从右至左，触发。Coffee。抖音。